如何查詢 Ink Mobile 手機卡物流信息？首先請您打開 Ink Mobile 官網，喺頁面上方躺到並點擊幫助支持。進入幫助支持頁面後，點擊物流查詢選項，跳轉至物流查詢頁面。進入物流查詢頁面後，請能喺對應嘅方框入訂單號，並填寫下單時預留嘅電郵地址，用嚟驗證資料。填寫完成後，點擊查詢。查詢成功後，頁面會顯示您嘅物流承運商同物流單號。如果您嘅訂單寄往中國，默認使用順豐快遞；如果寄往美國，則默認使用 USPS 美國郵政。修改收件資料提醒：發貨前，您可以喺物流查詢頁面點擊修改收件信息，自行修改收件人姓名、電話或地址。發貨後，物流資料將無法更改，如需補寄，需另行承擔郵費。請務必喺下單時確認資料填寫正確。物流狀態小提醒：如果物流顯示已發貨、運輸中，說明包裹正在正常派送中，請您耐心等候。如果顯示 Label Created Awaiting Item， 物流單已生成，等待攬收，呢個係正常情況。通常會喺包裹到達目的州或城市後更新物流資料。如物流資料長時間未更新，或者超過正常時效仍未收到，請能及時透過以下聯絡方式聯絡我哋嘅工作人員協助處理。以上就係物流查詢嘅全部教學啦。想了解更多有關 Ink Mobile 嘅使用教學，可以移步我哋嘅主頁觀看。